伫德化街同款传承5代的，也阁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糕饼店。伫咧讲究速度甲包装的时代，依然维持着因家己的步调，手工制作。今年已经127年啊，即嘛是第5代。咱即嘛做的即寡饼吼，那用手工好好啊去豆豆啊去甲捏，去甲用这个力道去甲这个面粉啊、油啊、糖啊揽做伙，才有迄个味。啊，即安尼烘起来饼较细致，迄个香味较袂走去。你若用这个机器安尼拧吼，饼会伤杂煎，伤杂煎食起来迄个口感就无好。创立伫咧1895年的饼店，拄好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头1年。到即马，同款是实实在在维持手工古法来制作每一块糕饼。招牌的这个产品就是冰西饼。我即马已经第5代啊，所以进前4个这个我的祖先，吼，自太祖、阿祖、阮阿公、甲阮爸爸，因4代有做出来特别的这个口味。第一个是原味，第二个是平安菇这个土豆糖，第3代就是这个香菇的素饼，啊，第4代是比较偏咱一寡较少年的这个口味，有 cheese 甲乳酪的这个物件加伫内底安尼。今年才好好啊，甲开发出来这个猫饼。哦，这猫饼其实就是内底有一个鸭吼 ，QQ 食起来有一点仔黏，搁一点仔无啥黏。这个就敢若猫仔的个性，吼，猫仔的个性就是四过走，过会转来，哦，甲你敢若足亲的，搁敢若搁有一点仔距离安尼。啊，这种感觉就敢若食这个饼的迄个感觉，啊，阮就是甲开发出来。新世代的美味猫饼是上新的口味，用糯米加上麦达来煮内底的鸭，搁再加入肉酥，还阁有咸卵仁，最后搁抹一盐牛奶水，增加烘过了后的光度。伫咧师傅的卡手之下，一个一个古锥的台式咸饼，非常的迷人。这间100年老店搬来到这条猫仔街吼。现在有做猫仔街，因遮真侪中药房拢有饲猫啊，所以因就来研发这种用较早老师傅传落来的技术吼，做这种新的饼哦，这因叫做猫仔饼。猫仔黏黏，佫袂伤黏，这是甲猫仔的个性同款，所以叫做猫仔饼。这已经流传100几年的冰西饼，咱来食看卖什么气味。哦，这就是咱叫做冰西饼，因为食起来内面冰冰，哦，迄个豆西的味，哦，所以叫做冰西饼。这个平安菇较早人咧拜拜拢做迄5、6斤安尼，足大只的。即摆的人吼，食健康嘛爱食卡，细细只高水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内面内鸭共款，这乌毛啊，外口是土豆腐哦。这个土豆饼内面是乌毛啊呢。哦，哎，真正一个传统的老滋味伫遐哦。小吃店，人都即马拢讲哦，这个台式的马卡龙，那这个台式马卡龙，李定香的这个小吃店食起来较无遐甜，哦，啊，阮的这个鸭，哦嘛，这个奶油，哦嘛，真正是真香，哦，有3种口味，有这个柠檬的，啊嘛有这个巧克力，啊，搁另外一个是这个原味。这个为日本时代就流传落来的点心，一直是店家的招牌之一，受到大人甲囡仔的欢迎。制作的过程纯手工，将材料拍好发了后，师傅需要浸开，才会当靠手工做出一个一个同款大小的小拍糊。不管是原味、柠檬、巧克力豆，也是上新的咖啡核桃，拢是经典的滋味。
前的敬拜神明，到即摆的礼尚往来，传统甲新式的糕饼，互人传送心意甲祝福。麦达、面粉，甲各种在地好食材，互食的人口口流芳。饼芳、茶芳，彰显记忆中上好的滋味。人生滋味，若像囡仔时的酸甘甜，若是想着嘴角也会甜甜。有一首歌，时间推移，旧店的流动，永乐市场的太区换新。无变的是这一间一间超过一架子的传承美食，亲像一条歌，写着咱过去的故事，记录着美丽的气味。古早味伫少年人的手头继续传承，同时嘛骨力创新，制作出各种创意的口味。因做伙拍拼出大稻埕另外一个辉煌，继续接手咱台湾的味。春天花记忆，拢是累积的福气，mau酸涩mau甜，拢是成团，拢是伊。